怎么了？我就是觉得两个人能一起经历生死，即使见不到对方，也要无限靠近彼此的感觉，真好。这大概就是所谓的双宿双栖，比翼连理，对吧？羡慕了。那你知道双宿双栖、比翼连理的重点是什么？不抛弃，不放弃。是两个人，一对儿，一双，而我们就比较特殊了，我们只是双份儿的一个人。啊，我知道了，你是想说我还没有承认，对吧？绕这么大一个圈子。所以呢，我以为我早就默认了。那是你心里的默认，我可不知道。原来你这么在意这件事情啊，就这么喜欢我。那我们什么时候出去玩啊，我的男朋友大人？什么出去玩啊？啊，你上次可都答应我了，我都记在手机里。我答应你去哪儿了呀？我有9个儿子，那他是不是最疼小儿子呀？你喜欢啊？我送一个给你，特别适合你。好呀。来，包饺子啦！包饺子了！帮奶奶包饺子去啊！来了吗？我们一起帮忙吗？走。爷爷，我们去吧。哎，去吧去吧。